后来甲镜头刷到彰化，学生骑铁马下着轿车，驾驶是生气直喐。一个轿车的驾驶，伊的马库尼亚，互一个骑铁马13岁高中生弄害去。高中生无停落来，是铁马骑咧，做伊一直去。这个驾驶气噗噗，一路一直甲喐，一直喐落到地下道的机车道，为铁马后斗甲弄落。高中生刹车，手骨断去。附近的居民看到，拢认为这个驾驶伤过分咯，大家为着驾驶抬甲骂。现场人对一个身穿白衫、这个红色轿车驾驶一直骂。民众才生气，是因为这个查甫驾驶驶红色轿车对入一台脚踏车后壁，骑车是一个13岁高中生，脚踏车入去地下道机车道，轿车甲弄过去。这个13岁高中生当场倒伫涂骹，正手骨就断去。是无好啊，迄囡仔会惊死呢。唔好啦，因为你叫囡仔会惊，你要叫去迄机车道，伊毋是徛伫车道啊。轿车一直加速，原因是因为进前一个路口，高中生骑脚踏车开下着伊的马古米啊，高中生无停落来，这个轿车驾驶就一直加速。民众开自小客车追撞到国中生的自行车，造成国中生擦挫伤。交代这个高中生送到病院了后，无生命危险。伊下着轿车马库米啊无停落来，有法律责任。不过这个轿车的驾驶是应该报警处理，毋是驶车加速。佮人弄倒在地，造成这个高中生受伤，这恐惊会牵涉到伤害罪。